弟兄姐妹，大家早安！这个时刻又是一个我们来到神的面前亲近他的时刻。我们要说，我们的神真的在这里，我们的神掌权在这地。我们今天早上用一个比较特别的方式，我们不只是听 YouTube 来敬拜而已，我们今天真实的在镜头前面，我们一起来敬拜我们的神。既然我们都分别为圣，将我们的早晨的睡觉时间来到神的面前，我们就是更深更渴慕的献上我们的时间，并且献上我们的全身全心全人来到神的面前。我们用这种诗歌来敬拜我们的神。我们的神是我们的开路者，我们的神是我们掌权的神。我们用这首歌敬拜他的时候，这首歌成为我们的祷告。哈利路亚！主，我们赞美你。是的，你在这里运行，我敬拜你，我敬拜你。你在这，你动工在这地，我敬拜你，我敬拜你。从头来宣告说，主你在这，你在这，你在这里运行，我敬拜你，我敬拜你。你在这，动工在这地，我敬拜你，我敬更深的对主说，主你在这里，你在这，在这里运行，我敬拜你，我敬拜你。主你在这，你在这，动工在这地，我敬拜你，我敬拜。对着说，主你是开路者，哈利路亚！开路者，行神迹的神，坚守应许，黑暗中的光，我神，这就是你主。主你是开路者，开路者，行神迹的行走应许，黑暗中的光，我神，这就是你。再次宣告说，主你在这里，在这触摸每颗心，我敬拜你。预备好我们的心说，我敬拜你。主你在这，你在这，医治每个心，我敬拜你，我敬。再说，主你转化我的生命，你在这，转化我生命，我敬拜你，我敬。说主你在这修补我的心，在这修补我的心，我敬拜你，我敬拜你。主你是开路者，行神迹的神，坚守应许，黑暗中的光，我神，这就是你。举起我们的手来说，主你是开路者，开路者，行神迹的神，坚守应许，黑暗中的光，我神，这就是你主。再次说，你是开路，你是开路者，行神迹的神，坚守应许，黑暗中的光，我神，这就是你。宣告说，主你是开路，你是开路者，行神迹的坚守应许，黑暗中的光，我神，这就是你主。宣告说，这就是你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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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起来说，嘿，
即使看不到你的运行，即使感觉不到你不停止运行，你不停止，即使看不到，即使看不到的仍然运行，即使感觉不到你仍运行，你不停止，你不停止运行，你不停再次宣告说，即使我们看不到，即使看不到你仍然运行，即使感觉不到你仍运行，你不停止，你不停止运行。最后一次说，即使我们看不到主啊，即使我看不到你仍运行，即使感觉不到你仍运行，你不停止，你不停止运行，你不停止，你不停止运行。哈利路亚！主，我们要说，这是我们的祷告。继续来敬拜他，说：主，你是开路，是开路这新生机的坚守延续黑暗中的光。我神，这就是你主。哈利路亚！开路这新生机的坚守延续黑暗中的光。我神，这就是你主。最后一次来说，主你是开路这新生机的坚守延续黑暗中的光。我神，这就是你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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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头来宣告他，在这里运行，我敬拜你。是的，主，我敬拜你，我敬拜你。主，你在这，动工在这里，我敬拜你，我轻声的对他说：主，你在这里，你在这里运行，我敬拜你，我敬拜你，你在这，动工在这地，我敬拜你，我敬拜你。主，你在这，你动工在这里。主，你在这，你圣灵运行在这里。主，我们要再次把我们全心全人献上在你的面前。主，你的大能带来医治，带来平安，在黑暗悖逆的时代，你就带来十分的平安，十分的恩膏，充满在愿意敬拜寻求你的人当中。主，我们再次呼求你，我们再次寻求你，再次怜悯充满在这片土地当中。谢谢你，你动工在这里，为我们开路，医治平安，丰富的恩典充满在你所爱的教会，你所爱的弟兄姐妹当中，以及你所爱的台湾当中。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复兴祷告小组在多结果子这件事情当中，我们有看到服侍人、服侍神，我们有许多的服侍。今天讲到一个非常特别的服侍，叫做服侍社区。我们一起来读经文，在路加福音书10章25到28节。如果你翻到的话，或者是你可以跟着我们一起来读。有一个律法师起来试探耶稣说：夫子，我该做什么才可以承受永生？耶稣对他说：律法上写的是什么？你念的是什么呢？他回答说：你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上帝，你又要爱邻舍如同自己。耶稣说：你回答的是，你这样行必得永生。社区工作在它不仅是社工的范围，
它更是教会实践信仰的部分。社区工作非常困难的就是我们常常会觉得说，在教会里面的侍奉，它就是停留在教会当中。那我们走出去的时候，好像就有一个目的性说，我们就是要出去传福音。当然没有错，传福音没有错，直接传福音更没有错。但是如果说能够对于社区产生一个大型的一个影响力，在过去呢，社区工作分成3个步骤。第一个叫做社区需求调查，第二个呢，提供社区需求，第3个社区的整体的转化，叫做社区的总体营造。那过去教会呢，在社区营造呢，也有经过非常的大力的去经营例如说我们看到这个长老教会在各地办起的这个客服班，因为看到社区叫弱势贫困的家庭他们有需要，或者是我们会进入到学校当中去带领得胜者，亦或是我们目前在从事的失亲儿基金会，或者是安德烈食物银行，还是说我们所看到说社区当中我们定期会办的2次的从这个圣诞节跟我们的复活节办的2次的这个捐血活动，都是因为看到社区的需要，所以呢我们去补强这个需要，我们去补足这个需要。所以弟兄姐妹们，社区工作它其实离我们并不远，社区工作它就是福音事工的一种。社区工作呢，就是为我们开始要带来复兴的浪潮的其中的一环。对弟兄姐妹们，社区工作它其实就是一个实践信仰的一个部分。那最早从事社区工作的是谁呢？当然就是耶稣基督。耶稣基督从事社区工作。当耶稣基督呢，他走到社区当中的时候，走在耶路撒冷，走到他所到的地方的时候，他关心这个地方的人的生活。因此你看到他这个一大群人围着他的时候，他用5饼2鱼使他们吃饱。因此他看到有孤苦无依的人的时候，他用伸手医治他们。因此他看到有眼睛瞎眼的，亦或是瘸腿的，亦或是麻风病人，他呢就来关怀，而且更是与他同在。所以呢，看我们今天今天这个经文，律法师起来试探耶稣说夫子，我应该要怎样才能承受永生呢？耶稣对他说，律法上写的是什么呢？他引用圣经来回答，他说，你要尽心尽性尽力尽意爱主你的上帝，要爱邻舍如同自己。耶稣就说，回答他说，你回答的是照这样去行，就必得永生。这最大的问题是讲会搞做不搞，最大的问题是我们很会背，但是我们做不到。最大的问题是我们很会听，但是我们做不到。爱邻舍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我们可以爱教会内的弟兄姐妹，我们可以爱我们的亲族的人，我们可以爱家庭里面的人，但是你认识你左右邻居或住在你对面的人吗？其实是非常困难的事情，非常困难。即便是我们的我来右昌那么久了，在我们教会门口卖饭团的阿公阿嬷叫什么名字我还不知道，我还没有跟他们传过福音。在我们隔壁的这个电信业者，他们里面有多少员工我不知道。在隔壁过去卖饮料的我知道他有卖什么饮料，但是我还是不知道为什么我没有跟他们传福音嘛。所以社区工作它其实是一个非常重要而且又是非常困难的一环。为什么呢？因为你要去跟不认识的人要接触，你要跟这些不认识的人要跟他们谈信仰谈福音。所以我们通常在医院里面会比较容易一点。有时候去医院探访的时候，这一床总共这个房间里面有4床，那探访第1床我们都会有，其他3床4床全部都探访到了，一起唱歌，一起为他们祷告。那为什么比较容易呢？因为他们跑不掉嘛，他们在医院当中他们跑不掉，那所以你唱歌你为他们祷告，他们跑不掉。但在社区当中不太一样社区的时候人来来去去不太一样那教会如果是能够开放成为一个让社区居民进来的空间，亦或是我们走出去去补足社区不足的地方的时候，因此我们教会有了真爱灵，就是能够巷弄关怀站，就是能够去关怀预防独居老人或预防老人家自己在家太过孤独所造成的疾病。
所以我们开始开放教会，让他们自然而然的走进教会。我们开始开放呢，我们开始有一些安德烈食物银行，我们开始有让人他们自己自然而然的走入教会。在我们学青牧区有一些 big day， 我们在中秋节有烤肉，我们甚至也办过这个金冠冕，我们也办过这个许许多多的活动，为的就是能够拉近社区、拉近学校与教会之间的距离。社区工作其实它就是实践信仰的一种。所以早期常常在讲到双福哈，要有福利才有福音。因此你看到耶稣基督他手中所做的工作，他不就是用5饼2鱼让这些人吃饱吗？他不就是在婚宴的时候把水变成酒，因为他关心周遭的人所期待他们的需要是什么，他关心周遭的人需要是什么。那教会有时候很可惜，就是会把门关起来，我们自己在敬拜；把门关起来，我们自己在做自己的事情。周遭邻居不知道我们在做什么，那其实是一件非常可惜的事情。那最好的事情是什么呢？我们可以把教会打开来，甚至是我们弟兄姐妹差派出去。幸福小组是一个非常棒的策略。他2-3个人成为一个团队，然后呢去带领2个慕道友 best 进入到这个团体当中，用我们全力去爱他，让他感受到爱。但在这个爱的这个行动的背后，我们当然有 RPG 小组成为我们的支持跟力量。但是我们要做到整个社区的总体营造，能够用福音来造镇，或者是用福音来看见说，这个地方变得不一样。所以我们在看到这个转化 transformation 这部影片，他们很多的教会，很多这个城市，他们去拍摄很多城市早期因这个政治的动乱，然后呢邪教的崇拜，然后呢治安的败坏，都是通常都是由教会开始祷告的时候，这个社区才开始产生转变。弟兄姐妹们，我们开始要让有对这个教会的所处在的社区是有知觉的，我们也要对我们所处在的这个社区是有知觉的。我们的社区是一个封闭式的大楼，现在越来越多这样封闭式的大楼，还有好几栋。那有中庭，然后有保全业者在管理，然后有自己的管委会。我常常在想说，如果我们能够在中庭，如果能够在公共的领域那么棒的地方，如果我们能够有主日学，如果我们有这个有人在那边讲故事，有人在那边带游戏，那该有多好的事情。那我们也尝试过去天天微笑社区有这个大型的布道的活动。但是如果我们可以每个礼拜我们的主日学，我们的年轻人带出去到社区里面去，那当然一开始你要去讲故事，一开始要去这个唱诗歌不太容易。可是如果我们能够走出去，主动的帮这些这个大楼打扫，或者是关心里面的住户，建立起信任感的时候，之后我们再去提出申请说我们希望能够来这边办活动，1次2次之后赢得信任，然后呢他们的小孩有人顾，然后我们也慢慢的把信仰带到当中的时候，那是一件非常美的事情。所以弟兄姐妹们，社区工作是一个非常困难的，也是常被忽略的一块。我们不是只有在做服务，我们不是只有在给福利，我们更是在服务跟福利的背后，我们有福音。所以马偕博士来的时候，他早期是帮这个台湾人拔牙齿之后呢，然后教导他们，带领了他的这个学生们游走四方这个逍遥学院，他教他们读书，教他们写字，然后教他们知识，因此就把福音就传遍在台湾了。弟兄姐妹们，社区工作的起头就是耶稣基督。那随着宣教士的到各地去四散，他们也带来了医疗，他们也带来了帮助。所以台湾的第一所西式的大学是台南神学院，第一所西式的医院是新楼医院。那在北部呢，当然是马偕医院。因此在淡水码头还有马偕铜像矗立在淡水码头当中。弟
宣教士他们的脚中所带来的服务影响到今天，因此我们看到有新楼医院、有马街医院、有各式各样的医院，都是为了要传达耶稣基督的爱。张基切肤之痛，兰大卫医师。所以弟兄姐妹们，社区工作它其实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在我们的福音这个福利服务的背后带出福音的果子来。求主帮助我们，我们真的开始为我们所在的社区来祷告。我们的社区如果你发现，如果你开始祷告的时候，就会开始变得不一样。社区你开始祷告的时候，它就开始变得不同。求主帮助我们开始对我们所在的社区、所处的社区是有感受的。我们开始可以举手为我们所在的社区来祷告，让福音能够遍传，让我们能够去知道社区要的是什么，我们能够去补足社区不足的部分。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更多经历上帝丰盛奇妙的恩典，让我们能够将福音传到我们的社区当中，福音来转化我们的社区。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再一次来到你的施恩宝座前，我们对社区工作，对于社区的服务，我们是有感受，我们也愿意花时间，我们也愿意去爱与我们不一样的人。主，求你再次动工在我们的当中，求你再次与我们同在，让我们都能够更多的去学习走出去，学习去打开我们的这个教会的门，学习去打开我们的心门，让这个更多的能够去关怀更多与我们不一样、信仰不同，甚至是这个在社区当中不那么可爱的人。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都能够更多的去关心，更多的有基督的爱去传遍在我们的社区当中。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一起用这首诗歌来敬拜。一起来说：耶稣，你宣告就得医治；耶稣，你触摸就得医治；伸出你的手，怜悯释放我们。主，我相信你是加利大。我们用这首歌来敬拜我们的神。耶稣，你宣告就得自由；耶稣，你触摸就得医治；伸出你的手，怜悯释放我们。主，我相信你是加利大，所以我要宣告，耶稣，你是新拯救；耶稣，你双手医治，在你必定没有任何难成的事。我相信耶稣你新生，所以我要宣告，耶稣你赐我生命，耶稣你赐下丰盛，在你必定没有任何贫穷羞愧。我相信耶稣，再次宣告说，所以我要宣告，耶稣你是新拯救，耶稣你双手医治，在你必定没有任何难成的事。我相信耶稣，在你必定没有，在你必定没有任何难成的事。我相信耶稣你是神迹。文士回答说，你要尽心尽性尽力尽意爱主你的上帝，又要爱邻舍如同自己。这个到底耶稣又加问了一句，用好撒玛利亚人的故事再加问他的门徒说，那到底谁是你的邻舍？我们常常会觉得说，这个邻舍就是这个可能是倒在地上需要被帮忙的，那个不是我们的邻舍，那个是我们的弟兄。但是谁是我们的
邻舍，耶稣说好撒玛利亚人。为什么好撒玛利亚人是我们的邻舍呢？耶稣提出一个挑战，因为撒玛利亚人跟以色列人居住的地方非常近，但是他们常常看不起撒玛利亚人，他们常常觉得讨厌他们。但是耶稣提出一个挑战说，谁是你的邻舍？邻舍应该是超越种族、超越语言、超越血缘关系、超越的他的这个服装、超越他的肤色，不是用这些东西来定义谁是你的邻舍，而是看他的好的行为。如果他是合乎上帝的行为的时候，那这个人就是你的邻舍。阿们。所以耶稣他对他所有的学生提出这样挑战说，你应该要超乎血缘，超乎你的语言，超乎你的信仰。你的信仰跟你不一样，如果他合乎上帝的这样子的好的行为的时候，他就是你的邻舍。弟兄姐妹们，神提出挑战，他告诉以色列人说，不要挑选谁是你的邻舍，你要先问你自己是不是别人的好邻舍啊？是，因为他们常常欺负撒玛利亚人。耶稣以身作则，他直接对撒玛利亚的妇人说话，井边妇人说话，他主动打破中间的鸿沟，他开始在做社区工作。所以后来我们看到他服务这个他倾听，他给这个妇女咨商之后，这个妇女怎么样跑回去他的村庄里面，开心的说啊，他把我从前的事啊，这个你们所不知道的事，全部都说了出来。所以我很喜欢讲这一句，福音就是什么？从前怕人家知道，信主之后怕别人不知道我的改变，这个叫做福音。我们求主来帮助我们，我们真的能够把这样子开始进行社区的工作，关心我们社区当中的这些有需要的弟兄姐妹。或许有时候我们就是需要的那一个，但是我们仍然能够用这个一点点的饼跟油，当你奉献出去之后，我相信神也会加倍的偿还给你。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求你帮助我们经历社区转化，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知道我们的社区，我们开始为社区来祷告，让我们能够塑造这样子基督化的这样子的社区。你的爱要充满在所有的社区当中。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